澳門教育創新中心麥培榮老師，讓學界與公眾重新認識民間藝術的文化高度。楊先讓及其黃河14酒的實踐，正是通過種酒、深描、提升3個維度，成功推動學界與公眾對民間藝術文化高度的重新認識。一、打破偏見，從鄉土俗藝到文化根脈。一、消解雅俗對立。在傳統認知中，文人藝術被視為高雅，民間藝術常被貶為粗俗。楊先讓以黃河流域為樣本，揭示出剪紙、皮影、刺繡等作品中蘊含的遠古圖騰記憶、哲學符號系統與集體審美意識，證明其不僅是技藝，更是承載民族精神的原生性文化載體。二、揭示活態文化史價值。他將散落在民間的藝術形式串聯起來，展現出一條從青海彩陶紋樣到陝北剪紙找計娃娃，從甘肅皮影到山東木板年畫的隱秘文化脈絡，讓公眾意識到民間藝術是未被文字記載的活態史詩，其文化厚度不亞於任何經典文獻。二、方法革新，田野實證與跨學科對話。一、以田野顛覆書齋研究。楊先讓堅持到生活中去，向藝人學習，通過實地訪談、參與儀式、收集實物，將民間藝術還原至婚喪嫁娶、祭祀慶典的生活語境中。這種實證主義方法，迫使學界走出理論預設，正是民間藝術的完整文化生態系統。二、推動藝術學與人類學融合。黃河14酒不僅是藝術記錄，更是對黃河流域民族、信仰、社會結構的深度觀察。它促使學界採用跨學科視角，將民間藝術視為理解中國社會結構、地域文化差異的鑰匙，提升了其在人文研究中的學術地位。三、公眾啟蒙、視覺震撼與文化認同重塑。一、圖像的力量。書中大量質樸而生動的影像資料，如陝西面花的神秘造型、安塞剪紙的抽象張力，首次以視覺規模衝擊公眾視野。這些圖像打破了土氣刻板印象，展現出令人驚嘆的造型創造力與色彩表現力，引發廣泛驚嘆與討論。二、喚起文化認同與自豪感。楊先讓將民間藝術定義為母親的藝術，強調其是普通民眾的情感表達與生命禮讚。通過展覽、媒體傳播，公眾開始意識到這些身邊之物竟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體現，從而從漠視轉向珍視，從獵奇轉向尊重。四、制度影響，從邊緣進入主流體系。一、推動教育體系變革。楊先讓在中央美術學院創立中國第一個民間美術系，將田野成果轉化為課程，培養出兼具理論與實操能力的新一代研究者與創作者。這標誌着民間藝術從採風物件正式進入高等教育知識生產體系。二、為非遺保護鋪路。黃河14酒出版時，1990年代，中國尚未啟動非遺保護工程，其系統記錄與價值闡釋，為後來非遺名錄的認定、保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關鍵依據，直接助推民間藝術從自發傳承邁向國家文化戰略層面。五、當代啟示，民間藝術的現代性轉換。楊先讓的工作啟示我們，重新認識民間藝術的高度，需把握3個核心：文化主體性，民間藝術是民眾自我表達的語言，而非被觀賞的標本；系統關聯性，必須將其置於地域生態、生活方式、信仰體系中整體理解。動態發展觀，傳承不是固化形式，而是啟動其內在創造力，使之與當代對話。結語：楊先讓的黃河14酒如同一場文化的祛魅與腐媚，它驅除了對民間藝術的輕視之魅，又以嚴謹的考察與熾熱的情感，為其重新賦予以生活為本、以千年為尺的文明之味。正是通過這樣的努力，民間藝術得以擺脫遺產的悲情色彩，轉變為一種持續生長的文化力量，在學術與公眾心中樹立起一座不可或缺的精神高原。